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福喜來來》，我係 Rita 林牛天。喺節目當中圍繞強調歌手啊、團隊啊，來了大會宣傳，來了大會表演。今半夜你繞強到了樂曲動台旁哈，記得唔單唱會唱歌動好搞，記得今日喺度做節目，做乜嘅節目咧？記得今日來學會到宣傳新節目，韓國記得新開發嘅產品係好食嘅哦，非常好吃，細細都分享春眠樂曲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吉他手一潮。大家好，我係用細妹楊慧璇。dan風管手還有吉他手，我係唱歌嘅阿 Q 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哥哥大音單風管、低音單簧管高全英。哇，分享！我中意咯，廿句嘅樂吹嗬，仲未講樂傳咯，記得我當強咯嗬，記得係樂吹，前面樂吹，記得嘛？幾分強？爸爸會強，聽講呀，樂吹當中嗬，你係爸爸，因為你正經身份。除了音樂家，你還是正經的爸爸。是本團唯一爸爸，所以要照顧3個小孩。謝謝爸爸。我講正經動有愛心。係啊，NC 啦，小妹佢用好嗬。係，有細妹，沒有哥哥嗬。經已聽嘅妹妹，可能嘅重聽咗妹妹。因為正經有聲嘅嗬，跟人聲嘅聽音冇共用。鼓手上司，你們再怎麼鬧，在他看來都說好，我有經驗。對，正經你的心情哈。對，因為小孩比他們更鬧更多倍。哦，鼓手超麻煩了 ，take care 他們哈。謝謝爸爸。一班人都來哈，因為恭喜啦哈，因為金曲獎哈。做得講有出專輯，有發表音樂，就會受到大家的支持跟關注吼。嗰廿擺吼同好奇，既然來到廿，maybe 都會從嗰本睇下睇，好。既然佢嚟宣傳，你都要喊佢做節目，要跨界做節目，而且已經在錄製了。等等，就會播送嘛哈。嗰廿擺係有一個機會，為什麼要想要做節目呢？主要是因為本來疫情之前是想要做全台灣巡迴，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，所以把所有的計劃都改成線上這樣子。對，那所以會有2場線上的音樂會以外，就是因為跟我們要出這個無掛面，對，周邊商品很有關係，想說找一些特別來賓一起煮麵，一起聊聊天這樣子。哦，哎呀，其實沒算很 chill 的一個方式，就講。懂日常很日常，可是呢，就在日常的互動當中，我們就看到很多的亮點出來呢哈。個愛順風就有一面了哈，那剛行一輪，我說哦，董兄，我真是聞香而入哈，聞香進門哈。我說也係你的新嘅構想哈，先同大家來說嘅，這個節目就是要一邊煮麵一邊聊天，一邊吃麵一邊聊天。然後就是不同的來賓，他們可能會有自己的獨家獨門的口味這樣子。哦，對。然後有嘅來賓有桑布伊啊，桑布伊，還有高素，誘人。還有 YouTuber，嘿，Bob Jane 見過， Bob Jane，佢係台灣嘅設計師，你們常常會穿他們的作品，沒有送脖子嘛哈？對啊，還有朱德剛老師，朱德剛先生。這個唐貢是我們 CMY 的，雖然係咪阿爸啦，對阿爸乾爹就對了。佢係咩係台灣非常有名，這個所以係凶神嘅太子哦。還有知名一下係。拍謝少年的貝斯手江家，江家，嗰時按你看來，你都按你上來會做50哈，係每禮拜日會播送俾大家看係嗎？應該係每禮拜天嗎？對，之後播出之後，每個禮拜天會會跟大家對。咩啲乜嘅平台是在 YouTube 啦？哦，嗰時大家係講。錯過這個時間，我還是可以再點上去嘛。對，繼續 follow 全面哦，繼續 follow，然後增加點閱率，還會分享給所有嘅朋友，按你就投誒。哥，董好奇哈，你按你周圍時間，你們怎麼會邀這些來賓？應該精挑細選，因為等下50天啊。就是搭訕啊，搭訕的功夫特別好。你已經當爸爸，你還敢說搭訕這兩個字？哦，有誒。我很多都是要跟阿爸學習啦。阿爸聽人嘅前批啊，因為像誘人就是我們，因為錄了金曲，他有一個訪談節目，他是我們的主持人，所以後來就直接阿巧就邀請他。對，那朱德剛老師就是
我的私心，对我觉得就请爸爸来打我爱我爸。然后 Bob Jane 因为也是我们很常合作的设计师，对，然后桑布伊是因为高高的缘分，你是原住民朋友吗？对吗？没有，是桑布伊他在录那张的时候，他有2首曲子，他们想要找我去录。那我就去帮忙录了2首曲子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哎，我录桑布伊耶，非常好听。对然后他就这样，那我去跟桑布伊搭讪，然后就去了，就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当天跑去跟他邀约这样。哇，很赞哦，很赞哦！我说他给他演分就按呢。就要干，就要去行通。对啊，你有信心，但是你要有行动才会成功，才会按呢。我说就按你来规划哈，按你讲来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不同样的特质哎，超级不一样。节目内容你们会怎么做？可以先透露一些吗？透露一些哦，可以透露多少啊？透露拍戏少年的一点点。后来节目播出的时间，你们已经开始，应该是开始上映了。从11月开始。有没有懂 TPA？你们是在一个摄影棚吗？就像 M 棚那样的溜亚，也还讲，哎呦，这也是一个特别的点。因为每个嘉宾都有每个不一样的风格嘛。比如说，那我透露点江江的好了，他也是一个也很喜欢在野外露营、野炊的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那我们就在阳明山好了。然后一个不一样的地点。去露营吗？对，就是野炊，所以他就是在野外住。哇！然后他自己有设计了一道很特别的菜，到时候看了就会知道。哦，鼓手 Enzo 料理除了做你们的黑管面之外，还要他自己要再另外设计。对，算是一个就是特别为这个面搭配的一个主菜这样子。你可以把它想成是用这个无罐面来2次创作。有超2次创作，果然是创作人。我按你讲，我按你想哈。好，大家呢，我同好奇讲，按你来宾无穷用，今明3年呢，安定一下哈。过年的明3年都做的做主持人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当主持人。狗狗，立刻主持，开始主持，做得吗？够好的，看手机，哎，各位做主持人无很厉害哦，他就要专业啊，系冇？你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当主持人哦，因为狗狗佢讲，我就会安尼，每一种 kiss， 而他还讲翻，你就爱上 set 他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主持人好难哎，好难。黑俩种嘅。嘿，鼓手，董审基其实在录影的时候，应该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吧？跟狗狗，你已经当过主持人了吗？对我当过了。好，有没有很有趣的事情？简国乐那一集，这一集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杨慧萱拍了好多很棒的照片，那我等一下有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？有哎，不用啦，有点害羞。我刚刚有看到哦，有胸片还吗？对，没有，因为那个我们是在詹记火锅店，那詹记火锅店本来就是很棒的一个地方，它基本上就像是一个艺廊一样，里面有很多。很有设计感的一些布置，这样。我知道，原来你是股东，是不是？他居然还要这样子，你要来吃吗？我招待。非常有台湾秘西呀。哎，鼓手按你董审分。哎，你刚刚你担任主持人，你只有说人家的照片，那你在里面的存在感黑吗？给？我呢我廖七给主持你，你就讲，我觉得他拍的照片很好，给你呢？请问？我以为我已经过关了。我就是负责大家讲话讲得太久了，我就会好。要掌握那个节奏。你是休止符，对吗？我是中指线。你看你讲来讲去就会赢哦哈。而这样个节目有个懂电影下个名，因为你们是黑管面是你们的产品嘛。个那个节目名称很多喊电影下。喊定一下，就跟他讲了几条米给你的喊定一下，那是中文你们的字，我觉得蛮有味道，就是酣然而睡，或者是就是很有那个欲望、渴望的感觉。酣得你虾，还一个口一个甲，是喊定一下，就是让你欲罢不能，停不下来。慢影像嘅，都带系慢影像诶。也跟我吹有点问题哦，就讲下电话来大追过啊，追你就按你现车。
错，有意思哈。有意思。13年献一沙吃，13年献一扎丝，真的这团名，然后从团名，然后从节目的名称，全部都用它来创作哈。跟唐共你的跟来宾也会成为你们音乐作品里面的一环，没错，因为有为了这节目有下一首新的歌曲，讲到爱你就像你爱吃的面，爱你就像你好吃的面。哦，爱你就像好吃的面。董神奇，跟你迄个爱 hit MV， 爱一片诗就一片唱，啊，你就等于发面啊。跟来宾他们也要唱吗？哎啊，给他们要唱。孙沙腔他来讲一句客家话，或者是他们也可以建一下哦，共同创作。来懂 Hockey。这个朱大师不知道会怎么唱，我蛮期待的。因为用音懂唱音旁头，就是我们说的相声啊，或者是这个对句啊，就这个鼠来宝，这个就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因为忙是弹歌给唱歌，唔滴用啊，这种那种神奇，个亚数歌按说 nice， 要同大家分享。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听得到？12月12号。哦。就会有，你都有演讲费嘛？吃饱嘅演讲费嘛？除非有那位表演两首歌诶。哦，完整版，完整版。还有明年啊，每位有一条全面澳出嘅特展，去一个展览。非常期待，等下多陣嘅節目繼續同大家好嚟分享，請大家厲害，繼續陣到歡喜來耶！朋友轉到歡喜來咧，我係瑞唐玉天。喺今半日嘅節目當中呢，繞搶到了出面樂曲，帶來幾條新嘅創意和有節目，韓國有幾條嘅產品是係麵，按到烏乾麵，談幾條好好嚟紹介。歡迎出面樂曲，頭前談到講哇，前面5個來賓，然後冇共用嘅4個，好像每個來賓的特質也不一樣，然後每一位主持人。也是不一樣，所以很期待那個火花。可能有冇機會重建哈？個大家講，那應該可以邊吃麵，然後邊聽你們的音樂，然後邊看你們的節目。哦，你們就是要融入大家所有的生活細節就對了。文藝天行天神，五感全部都要塞滿純面樂曲，就是不放過大家。你身邊時間被送到，好滿，跟突然時間被送到，一直都看到純面。哦，要不然呢，真件係有面，一面唔係單槍咁標的，啱樣破啊，當初一個一萬聽聽嘅，真件有賣，而且是限量發售，對不對？限量500份，沒錯。給同時要面呢，你就說因為改變計劃，然後找了大廚來合作嗎？同埋 sell 給一下爸爸。對，我們跟這個主廚 Jimmy Food Place，Jimmy Food Place 一起合作。對，那我們就是在這當中有花了很多時間去試這個麵啊，它的粗細啊，要怎麼樣跟這個醬可以更融合在一起。然後這個醬的本身，因為它這個醬裡面有這個小管，然後有黑豬肉，對，還有墨魚粉，對，然後也是那個豬肉的肥瘦度也是有精挑細選，希望讓大家在吃的時候很順這樣子。哇，阿點講起來，這個是海陸大餐的感覺。Yeah， 好，有海有陸嘛。跟當中呢有加入客家嘅米線嘛，有一些客家的味道嘛。有啊，小館啊。哦，小館是客家，是客家醃的，客家是有臭啊。對。哦，你講有點像魷魚，因為客家小炒裡面會有魷魚嘛。這就是那個館類家族，有董豆啊，還有丹鳳冠，大英丹鳳冠，聽說有冠，所以這個麵的醬裡面如果沒有冠，它就不是春麵的。係冇冠的意思，因為就冇冠的呀，你的就有冠，有特色啦。冇係無色，沒冇。真呢？係啊，古時你的係無色嘅醬。哦，係啊，你對，是時尚的黑，實在的鮮。真件係會講，真件係會講，就問個就比講出好了。公家拜真件有韓流，那開賣現在是以募資的方式嗎？沒有，是已經
线上就是预购对哦，时间都会去基本睇噶。对。哦，要不要设计呢？要包装设计还有冇？用嘅色水1、2、3、4，4種嘅色本睇噶套。这4个颜色有心情吗？其实是代表我们4种乐器啦，因为你看，就是你们4个人就对了。对，那看谁的人气比较好。这是黑管啊，黑管，然后这个低音单簧管啊。哦，twin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吉他嘛。哦，吉他，吉他，哦，低音单簧管，是这边。对。然后黑管是你哈。然后另外一个是面条，因为它是面条。驻葱。对，主唱是赖面条。赖面条，以上有看到我觉得，赖面条，面条，大家有谈到哦，哈，那种直尺纯面我出现你要记得，你买个时间你要注明你要什么颜色的，你要买我可以给包装，你们真的这样 PK 哈，你们真的做一个统计表。对，我们现改，刚刚谁给黑暗？嘿，按你去做的一种有一个编发。大家買到嘅時間，就是感受到你們的心意，好有個想法哈。下擺呢有做安尼嘅面，ក៏有做安尼嘅節目。其實呢，在疫情期間哈，也下較好啲嘅，就是現在疫情比較退散，然後讓大家可以吃到真正的面。在疫情期間，你哋咩因為有參加主菜節目，下個天使台，就是 online 做一場，平安 online 做一場，大家叫他來分享，是因為這樣子激發你們創作這個面的一個動力。真勁誒，因為愛麗姐呀，比如講，人家就會愛吃樂隊，好吹哦，我們真的很愛吃，真的。本當佢安尼講嘅時間，我就想，真勁誒，嚇到誒，都給發現咯。然後我們就覺得說，那我們要好好的把我們這個愛吃傳承發揚光大。你們是要發揮愛吃的精神，對，我覺得被鼓勵到。愛吃在小時候都會覺得好像不是很好吃，比較負面吃，可是就覺得一起吃一起分享真的很開心。對，其實那個愛呀，對不對？愛好正面。你這個用書後這些東西，享受美食的時候，心情就會愉快，感情就會很好。好。以後3個台你1禮拜就叫我來吃飯，吃美食，就會激發創意。過下拜因為按你吃東西，然後就創作這面條。聽說在這個 online 做一餐的節目裡面，你們也有獲得一杯特調，係嗎？沒錯，有，而且那個特調是阿狗。然後他丟失態嘅，我就是抽籤，然後倒霉了。都去都倒霉，沒關係。這個是要節目係雅麗姐拎的，好像做了一杯特調，用水果做了一杯特調。芒果酒。對，從我們的歌曲名字作為發想的。反身就釀西瓜。反身就釀西瓜。給你的，你們在鏡頭前自己要學着做。雅麗姐有幫我們準備好材料、半成品，然後我們就。好像那個bartender一樣，在自己調，然後調出來跟他的一樣，這樣。還有漸層很漂亮。你確定你調出來跟他一樣嗎？他們都說啊，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騙我。因為我們也是2次創作雅麗姐啊。我覺得他很優秀。安尼就出來富雄鼓勵，我同就會越來越好。嗰時候你咩動神之後，在創作的過程當中啊，加上這個面條的講法的時間哈，阿橋的講法，佢就講2次創作一種創作哈，一本人嘅誠意，介入一下嘅東西，會變做一個自家嘅東西。無論係音樂，無論係節目，無論係食嘅東西，都做得安尼搞，因為更搞出會更神奇哦。而從你的個衫服、你們的衣着、你們舞台上的表演是，從創作當中可能2次創作。或展現自己的創作，本體也看一下，其實有段時間由純面樂吹開始，睇下可能會注意到，見到出來，單槍係見到音樂嘅配器蠻特別，2支管、2支木管，然後吉他跟 vocal， 過來見到嘅服裝，見到佢咩做嘅好，算係一真實啦，算是正式，然後這個。黑白色系，然後協調，有上時候也會被個捆，也會被個捆哈，就會牽神，係嘛？小歐，你為了要穿上美服，要特別健身。聽錯愛啊！你看肚子，你看亞種哈，這個誰會？一般人對一般人要穿上這衣服很難看，韓國有幾多個衫褲啊，哈，也係看金曲獎啊，哈。
都有幾道嘅心意在當中哈。要不然咩係透過安尼，東你們問過，你們的服裝啊等等，是不是有特別你們喜歡的設計師搭配春眠樂隊的風格，這樣子來呈現你的季節整體的意象，整體的這個風格啊？剛剛有講到迄阿哥啊，佢當主持人嘅幾啦。就是那個簡國燕，Bob Jane，就董家做嘅衫褲。哦，你看到呀相片，都是 Bob 嘅衫褲係嘛？呢種唔係，呢種係小我師傅。哦，小我師傅，新認識的品牌。哦，冇見我感覺韓國有，馬上不見睇。韓國有青島嘅品牌，譬如講以絕學，還有。這個是 Storywear， 他們也是非常棒，他們也是零廢棄時尚。哇，對，韓國你的身後大概亞種係鄭白塵，咩係人哋根本呢做嘅衫褲，根本呢 NTV 做啲衫啊，因為最近有茶金嘅公共電視會播出嘅，你哋有冇有參與幾多嘅演啊？沒有嘅 MV， 你哋會出現？就做啲衫褲。哇，本身嘅當期待哦，也沒呀台灣當關注嘅優質嘅戲劇啊哈。不過你們帶這個飾品，好像也是特別跟你們的整體的形象有做搭配，係嘛？冇錯，一絕學手工可以自己定製。我們最近還一起去自己敲打了團結，團結，女神梯咋？這個還要做團結，你同你都結婚？就是他說還要團結，上台用的。哦，上台講太搞好，對，來黑春，哦，一爸爸就會講，我用各式各樣嘅方式。很快在做精工的時間，就是要用各樣的方式滲透每一個人的生活，然後把每個人的心連在一起。哦，我同學真嘅，連戒指咩戴共用，面咪是共用誒，衫褲咩就共用，你就走。這是成功的秘訣嗎？這不好說，真嘅係啊，你啊，好，同大家來推薦，還有幾多位拍鹽鵝飛嗬，12年4月去拍過鹽鵝飛，韓國12年12號同好期嗬，12年12號拍鹽鵝飛，我做動貼片，你都上鹽鵝飛嗬，期盼的廟票在廟口，還蠻原因的。為什麼要選在廟口？老大呢種得種嘅傳奇地位啊！有一首傳統嘅歌嘅溫度滿布，係啊，就改編就幾老人就天數寫這個編曲滿布，非常嘅好聽。有我籌備上堂，真嘅籌備上堂。我去 YouTube 去簽一下。有，還有看到你的 hit 嘅 MV，就是同頭髮質有關係嘅 MV，啲衫啊，係啊，就希望大家多多來看係嘛。古時唔講滿布，唔講新的廟票，用嚟按年求神滿布係嘛？係啊，就係那種靈感啦。哦，古時遇到廟票，就是有問卜也是其中一個，就是廟比較有生活的感覺。因為我們很多，比方我們很喜歡吃的小吃，也可能在廟口。然後你工作感情不順，你也會想要去廟裡求神問卜。所以覺得廟是一個我們日常生活很常經過的地方，有的市場也是在廟的前面或旁邊。了解。對，就講大家會吸空下嘅素材。對。哦，有很有真實情感。對，跟生活就像愛吃一樣，都是我們很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。好食哦，好悶哦，一出去吃鹽嘅成分。好，我想睇下見面啊，看下全面我吹下東上嘅新面哈，大家多數來繼續來看。記得有青島嘅發通，韓國有咩想法要同大家分享呢？就新嘅作品呢，就係下繼續陣到福起來咧。大家轉到福起來咧 ，Rita 老出面我吹，我老大家分享一句客家老公英英咪就係講客家言語真啊，人家客話言語咯嗬，唔明有冇？
唔是咁，我從客家嗰嘅人唱，冇聽乜嘢咪出來，我又會講唔得。OK， 有一個一撒杜布，杜布，冇注意，冇注意，這個也是思考的時候，中文看得懂嗎？一人杜甫沒有主意，應該就學唔到嗎？三撒杜布。三撒杜布，做出去，做出去。一三年吼，可能想唔到嘛嘅。唔過家聰唔到講嘅，你要互相討論，向下嚟創作，一出係一個諸葛亮，唔三個出皮匠，三個一個諸葛亮，咁樣嘅意思。團結力量大，鼓手長要做團結咩？讓你哋團動他，所以都印象深刻。團圓圓，要見社就要見團圓啊！冇錯。哦，要出嚟嘅意思啊，一三年想唔出嘛嘅，三年、四年共同思考嚟創作，出一本大家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喲。講到驚喜呢，我從出面嚟寫嘅嗬，家頭前講到有節目有面，講你哋還有愛做一個展覽。盲年音樂嘅世界，盲年音樂，喺哪邊咧？喺哪邊？銅釘。噔噔，紅丁在哪邊啊？銅釘在比較靠近中山站，或者是那個北車那裡。對，北車那邊，中山區那一塊。係，小潛，其實咩唔是小潛，就上全面樂區嘅見到嘅Facebook 啊相關嘅網絡嘅資訊，你就會看到，因為他們一定會釋放很多的消息，精明也是成分啦嗬。就給你有個展覽也下當你規劃嘛嗬。大家可能會做得看到嘛嘅，會唔會一定會有你們的專輯啊？一定會有你的音樂啊。清醒嘅歌誒，清醒的歌誒，就像你好似嘅面，真係安尼唱咧，真係，一定會有面吧？沒有面嘅歌誒。面嘅歌誒，現場嘅面念得現場所有都係面，一落去就面，全部都是面面老面大嘴骨，冇叫我寫嘅面。古時就會有安尼，可能大家也下看得到，也想得到，想唔到嘅東西，現場就會看得到嗬。當初我之後就做動到，算係熱掉嘅內列商品啦。當初我頭前要到當初燈箱啊，或者用到嘅相片啊，用到嘅 logo 啊，專輯嘅封面安尼等等感覺嗬。佢最近有做動到嘅音樂新嘅創作，韓國有動到嘅合作，也算是跨界的合作。頭前提到講有茶經，提到有音樂，有 MV， 那我一個就係2049，你們有參與在當中的音樂，還蠻特別的哦。現場有準備一團嘅在 MV 哈，要請大家來看一下。哇！看你個 MV 吼，當上去看，呢度還有乜內容？家看到阿喬安尼唱歌，就是講指揮來了，太容易的感覺吼，本大家來感受一下吼。嗰時候大家看到嘅樣片當中，就會你都真實嘅披子樂器的編制，然後你們在演出的大概一些狀態。個有面同好奇講，嗰種時候兩個管，兩支管。然後一起來合作，從古典跨到所謂的創作，可能跨多風格哈。應該有懂到神奇來講，應該是挑戰吧。特別對古典音樂來說，要跨到流行，跨到 maybe 爵士某個風格。暗黑系，那個後告嘅，你覺得好玩的是什麼？我覺得好玩是永遠都學不完這件事情，因為總是會有一個新的風格又出來，然後一直在學習，然後一直在跟大家請教。然後一起激盪吧，我覺得就是蠻有挑戰性的東西。比吹古典好玩。古
古典也不简单。古典就是每一个坑都要进去。我觉得是想法吧，然后就像你走到这个戏剧里面，他演的是什么角色，这是什么角色，这是什么角色。可是你走到流行音乐，你可能要很开，尤其像春面的音乐，它需要赋予很多想象空间的。对，透过阿乔的词啊，叶超的编曲，我觉得就很多都在累积中。哦，还有你嘞？你是这好搞，我就是做好我自己。没有看佢啊，佢安尼喷我戏的时间，今天比较帅。佢 MV 当中喺作用中，都跳你安尼嘅感觉，係冇？就是很享受在音乐里面。对啊，然后也係寫每一個想法，佢寫來呢哥哥呢，就是体力要很好啊，因为我们是要呼吸的，我们演奏吹要呼吸。那古典音乐好像很少会需要这么累。像刚才听的那一首，其实我们都是一直在吹，其实都不太能呼吸，然后会很喘。然后本来都是这样子很漂亮啊，然后突然就。管乐手拍起来就是这边脖子粗啊，超，很像在肺活量，很像在运动。哎，你们的团务应该要增加一个，就是跑步啊，有没有？就纠团跑步，你们从这个食衣住行，你一个全包了，全包。哦，懂厉害。古神讲要练身体，要动天空，漳州得来做春面讲出个有没有？哦，跟阿乔呢，你这个在创作主要一下词曲都会很下的嘛？不过其实佢就是启发我去运动的形象。一开始是你们底嘛，之前人喊他皮啊。那你就是他皮的有啦，有。他的印象哦。啊，就要朝之前就老阿公啊，他降皮的动后的方法，系嘛给。哦，你因为我曾经有很胖过了，然后后来瘦了10几公斤，对，然后因为那时候阿乔刚好要去金曲奖，17年的时候，就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那就呛蒙给啊，对，所以就拉筋是很好的方法，有意思哈，对，拉筋，对，然后饮食啦，主要还是饮食调整，对，就叶超阿爸他教我这个。有营养师的背景啊，还是久病成良医，32公成良医，就是这样，没错。他教我这个好方法之后，后来我们就跟他告饮哦啊，我就才知道说哦，原来他都有去，也就去天神凤哦，因为真给你在肌力各方面都一定要有，才能维持那个气的力度啊，等等各方面。聪讲没 Q 用啊，森妹之前就有跟我分享讲啊，他就懂家去跑步机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可能俺没黑都得练习好，因为以前没有这样子的想法。鼓手，你敢一层面，你创立层面以后，变周公，你变成一个爱运动的人，改变你的想法，对，看来没某 Q 用，对不对？太改变，对，整个人大改变了，哦，安尼喊他天空，呼应他说的，天空漳州得冲狗，天空漳州得冲州的路行远，真劲，跟阿爸呢？每次就很给阿爸，阿爸，超哥一超，你这家呢？你这家讲，做春面我吹买好高嘅，然后讲跟做一般流行不一样，学到很多东西了，对，因为在做春面之前从来没有跟黑管合作过，所以就是觉得很好玩，很有兴趣，然后就边练的时候会边了解他们乐器在干嘛，然后边有时候会提出一些他们觉得很无理的要求，然后就被骂，然后就这个当中互相融合起来这样。因为你刚刚跟我的时间来想到，其实像贝多芬啊，古典音乐家他们在写曲的时候，给的某空的每一个乐器他们都很熟，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会跳脱一些，就要挑战你们的极限，然后你们就突破了，对，出来呢。现在都还是走在这个路上，还走在钢索上，真的钢索上，所以你要对他好一点，一边听那边好吧？今年我再一次恭喜得到金曲奖的优秀有新嘅作品哈。迄個我來宣傳，你的個節目美好，你的個面美好，你的新嘅音樂作品美好，請一個人哈，差唔多1-2句話來宣傳一下好嗎？
宣传一下我们，宣传一下你对这个乐团可以宣传的一些 anything， 好吃、好听、好玩，又好看，就追踪春面耶。耶！春面乐队开启你的五感。本春面我吹老不冠面拼你行人生，给路天心天神看哈高。那我应该说，我们都这么辛苦了，拜托啦！情绪勒索，情绪勒索。来，掌声感谢春面，谢谢。哇，今日同春面講法嗬，知道誒，真件傾神傾起來，面識起來嗬，音樂彈起來，節目看起來嗬。咩感謝佢哋嚟上啲咩節目？感謝所有嘅朋友嚟收看歡喜來咧，有請大家等下繼續聽你先生，就嚟傾神傾心啦。希望大家上嚟了。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，記得來你聽站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，韓國愛分享出去哦，希望大家。